后来继续来到台中的大雅，一间塑胶射出的工厂，早起的7点起火烧。这个火是烧甲真美，搁沿到炭到边啊。这个做站班的工厂，火势是烧甲2层楼啊悬。因为当地水源不足，搁伫巷仔底，水车真歹驶入去。消防队是抽这个水沟啊水来拍火。 安尼拼将近2点钟，才来控制住火势。拍火过程是惊险万分，一个消防队员搁来跋倒，手烫着伤。差不多有2层楼悬的站帮导火现场，搁一直有爆炸声。风一个吹，本来控制掉的火熊熊搁失控，连消防队本身的水管都拢扬去，队员铁铁时手搁被烫着伤。 现场水源无够，水车又搁无法度入来，消防队员只好抽水沟水来拍火。水无够用吗？无够水啊！将近2点钟，火才控制掉咧。塑胶工厂员工讲，早起7点外要来上班，一个拍开门，发现讲工厂着火啊！本来想要家己拍火，因过火伤严，搁去烧到边仔的站办工厂。后面我们有水线，我就帮忙在挡了啊。我有那个消防设施嘛。 消防队员讲，在等火完全拍花了，才好度调查导火原因。因过附近的人讲，站办工厂蹲这个站帮进前捌拄过风台，捌吹落来。嘛，甲业者反映过，站帮唔通贴遐悬，想要到即马搁导火，火真正是有够猛，有够危险。